是咱台湾人哦，甲了出来吼，加了拿落出来。伊这段话就是甲咱拄则用简单的哦，伊的文字内底当中先晓得是大概的意思是讲安尼。那因为当机者是无题，听识听人咧讲到这个所在，因为以前遮清而不能理啦吼，不能理，来咱金光经，心中已经清的体用到金光经，历史或者以太清了，太过清了吼。建立自己由领导深深的楷模到本典的理解为主，因此深深感动而流出这个悲剧。这个悲剧就是讲伊目屎流，毋是讲喊我做大声啦吼，感动目屎流，感动但是心足欢喜。我迄个感动吼，若足欢喜，卖好啦吼，足伤心卖好啦吼，所以伊这个感动的内底当中吼，好内底有一种意思，属乎的这个感动吼，因为伊已经当进入一层意境内底当中，因为伊已经感受着这个物件了后，对个心自然流出着迄个欢喜的目屎，就参像咱学校，咱态度，咱迄个中国大陆，咱可能中国大陆捌讲着14分变讲迄个东西，迄一个冲突。要听咱目屎流出，因为伊即个人过去也可能伊真正有那有，过去是有想过说法律的，所以动用伊这个心了，伊欢喜目屎。所以就我这个历史，实际上咧讲到这历史问题，哦，逆风风起，除了经名以后，大部不少那些部位，以这个咱我主要早讲的吼。这段话到一小段内底当中，就是咧讲到有一个人会当用性命报死，哦，甚至呢用友人乃至以此出兵来去属于政府他人说，以后是都是讲到这个朋友，这个攻击对无用无边，然后这个历史就是咱我就讲这个所在吼，所有的文学事件。生活当中，就是讲，咱深深体悟到《金刚经》所说的义理归处。什么叫做归处？迄个归处，迄除可可以不可以原创。我想讲，所以百川汇合在中庸，所以凡鸟归山要归山。你今日所有物件一切诸相，你我归纳到你这心目叫做归处。你这个心归处会越来越，归会越来越。咱伫这个心拢伫外口放放，咱这个心拢伫外口咧走走，咱这个心拢伫外口咧计较，咱这个心拢伫外口咧比较，所以咱这个心而且呢流浪生死，所以今日所有的文学事件已经了解获得迄个义理甲归处，归纳到你心性。清净的话语，清净的意识，所以这个物件当中叫大川汇啊！你一切思想性内底当中，凡所有相，你会当来归到你的心，到你的心当中好清净。咱我想做一个比喻，做这海河水、沟仔水、化水，流到海底水中变成一种盐水，无两种。但是咱若做这世间的所作行为，咱若活动入到咱的心性中，咱的清净发心，而咱的清净发心这个归处了后，产生作用了后，你今日无事，运气无好歹，好歹才真实，但是咱归会了咧，因为这心中需要。若讲我好，我欢喜我要害；若讲我无好听，我气到要死啊，较不麻烦。是毋是安尼？咱想讲一句，老和尚脾气大，大好是教是大。是按老和尚的脾气来迄个大，因为伊本身上没到迄个规矩，所以能够转世成智，没得转世成智，没得转世成理，这当是一个感悟。所以肯定爱知影。哦，所有的伊就是一定明到迄个意境内底当中，靠迄个规矩，所有凡所有相的物件，拢总
一文解义，这搭是一个文字的讨论。咱今日咧讲论，这叫做经风之书，这叫做哪？这叫文字。但是开无经风起来内底当中，你若无归入到实相法则，你讲啥嘛是文字。你听我讲，听一大堆，你若无入到你的心性清净，把一切诸法相内底当中，你我当转入实相。那安尼当中，你嘛是听着声音尔，你嘛是看着文字尔。是安怎？过去上所讲一句话，山河内底拢总有法人心，因为所有一切诸法相拢甲转入实相，所以这叫做哪？咱今日伫金光文化的相内底当中，语文概念拢都成不同，而且因此你去关照，唔去关照，你要开悟文说是经，所以呢，文言法则要去迁改这方面呢。咱他就得这深解意趣，深深的解悟到此经的义理与归去，归去，归养，真正爱对。所以，咱讲讲出来，咱听到文化声音，咱无法度去听到咱内心的声音，因为咱内心家己无法度去作用，咱的内心的心事当中无法度作用。不管是拢受着这杂念来接引条，所以咱今日修行过来底当中，若无深解这两义，深解就是讲这两义就是关照法这教育有这么清净开悟，解悟什物件呢？解悟到经的义理归处，这叫做实相，是不叫做实相？今日实相是无相的物件，因为你要深解到实相法这个义理呢，你真正的。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你已经见到你真正发生嘛，你已经看到你家己主人嘛，啊无你拢看到别人尔嘛，你无法度发现你家己嘛，所以这个当中呢，你深解到，和师父在当中呢，因为伊感动到这个当中，如同咱今日这个深解，如同咱听大师的，识得义理规矩，才能够还相道，了解义理的规矩，才能还互相。二目神统来发现到义理规矩实相的波罗，你到我真正，你按照试着来这样了解和互相，二目神统来发现，咱讲一个，咱目标。六，试着我你识得，你识得是什么啊？所以今日，迄个识得，唔是讲你用着你的目睭，用着你的什么物件，去甲它出来了解。因为按照讲，迄款的物件，言语多端心灵处理的物件，迄个物件要怎讲？要如何说？所以呢，那叫做呢，你家己自己的体悟，迄个叫做你有没有发觉到你清净那个污染，清净污染？所以深解到义理归去，深解深入解析到阿赖耶识的实相波罗，因为师父的是一个开通点。该通点，他只不过是一个阿罗汉，所以他对某种吃的依他不得已出去空幻，这里呢一听到经典，他经讲听到第13分啦，伊妙观察力已经观察到经典性质，继续化大环境力，就继续承载到义理归处。所以这段话，咱毕竟咱来学咱各位大家做一个深深的做一个学习。因为这段话足重要，因为这段话若无含咱各位大家探讨者，尤其咱国者，这个物件实在无啥了解。咱目做环境一句话讲，5、8、6、7、5因转，5、8、6、7各因转，6名。专处5、8、6、7各因转，但我叫成但农明年无时前号，但用明年
就凭真处不留情。完形有数号。这六种案例的工程是哪位？结果不管公告这里，这里梦这些贡献里面，按你一写，那你一写心，这个让这个梦一，这个心。你要写，这个给，他来写，这个梦的谁空间，这个给的谁空间，这个让的谁空间。这个亲的谁空间？这个叫做我八六七各一种。你我就是咱你必写心，这叫做模式，叫做静模式。静模式叫做就是讲受人智慧。这个义。这个义叫做指着这个模式，头前这个模，那叫做绿色，五甲七叫做绿色，所以大地部分大数讲基础一金色，分为六合色。因为这个金色，这个义就是主宰义金啊，对吧？出来，看到，好，就是这义色，义色。